Hello， 大家好，我是 Lisa， 今天我们来介绍 GED。娃娃 TV。GED 的全名呢是 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也就是所谓的高中同等学历啦。GED 的考试呢是为了验证个人是否拥有美国或加拿大的高中程度知识而设立的考试。最一开始会有 GED 呢，是为了要让在二战之后返回美国的年轻军人有受教育的机会，以及帮助更多未完成高中程度的美国退伍老兵可以重新回归平民生活。慢慢的呢，就演变成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办法获得高中学历的人呢，都可以透过这个考试来获得美国或加拿大的高中同等学历。现在很多新移民啊、留学生啊，可能因为在美国国外读的高中，但因为各种原因，可能年代已久，没有办法找到高中毕业证书等等的，也都会利用这个考试来获得美国的高中同等学历证明。GED 的考试呢，是由4个部分组成 ：Language Arts、Social Study、Science 跟 Math。Language Arts 就是英文考试的部分。考试时间呢是150分钟，它一共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 Reading for Meaning， 就是阅读理解啦。第二个部分呢是 Identifying and Creating Arguments， 简单来说就是写作啦。那第3个部分呢就是 Grammar and Language， 就是文法的部分咯。好，那 Social Studies 呢就是社会学的部分，考试时间呢是70分钟。大概就是考世界历史、美国历史、美国政治、经济、修正案等等的。这个对非美国本土的人来说呢，其实就是另外一个英文考试啦。好，那 Science 呢，就是自然科学的部分，考试时间呢是90分钟，大概就是考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之类的知识啦。那最后一个 Math 呢，就是数学的部分。考试时间呢是115分钟，大概就是考一些四则混合运算啊、代数、几何、函数等等的。在考试的时候呢是可以使用计算机的，但有部分考试是不能用的。我听说啦，数学基本上就是在台湾或中国的国中或高一的程度而已啦。听说华人基本上都可以考得很高，因为美国的数学真的是超级简单的啦，连我这种数学超级烂的人到美国来学数学都变得超有自信的。基本上不管你是美国公民、绿卡还是国际学生，只要你是满16岁的非高中生就可以报名考试。也就是说，如果你满16岁但还在高中就读，那就不能报名，除非你中辍。其实说16岁是个大概啦，因为美国各州的考试年龄跟费用都不太一样，像加州就规定要18岁以上的才可以考，费用呢是一科35块钱。而科罗拉多州呢是规定要17岁以上的才可以考，费用呢是一科37.5块钱。而华盛顿州呢则是规定要19岁以上才可以考，费用呢是一科30块钱。不过他们很多也都有注明例外就是了，像是华盛顿州就有说16到18岁之间的人如果要考就需要提供你没有读高中的证明。而加州好像就是完全不准17岁以下的人考。17岁如果要考的话呢，还有一些规定，我在这边就不细说了，有需要的人呢就自己去查询吧，只要上 GED.com 就可以查询各州的考试价钱、年龄、规定等等的了。另外，台湾跟香港呢也有考场，中国是没有考场了，我也不确定在这之后香港还会不会有，反正台湾是有考场的，马来西亚好像也有，不过考试的费用呢就比在美国考要贵一点了。考试的年龄呢，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规定，像台湾好像满16岁就可以去考了。至于有什么规定，就请有兴趣者自己去询问咯。那另外啊 ，GED 的考试不是有4科吗？你可以分1-2天把4科全部考完，但也可以不用一次全部考完，可以一科一科慢慢考。譬如我想先考数学好了，那我就先缴1科的钱，然后去考。考完之后呢，我想要2个月后再去考英文，那我就报名2个月后的时间再去考就好了。不是说你报名考试之后呢，就需要在1天或者是几天内把4科全部考完哦。那如果这4科里面有没有通过的，那也不用全部再重考一次，只需要重考没有过的科目就可以了。不过好像有规定说一个科目可以连续重考2次而已。
也就是说，如果1月份的考试日期是1号、5号、10号、15号，那我1号去考了第一次考英文好了，但考完之后没有通过，那我就可以再报名5号的考试再考一次，如果有位置的话啦。那如果很不幸的第2次还是没有通过，那我可以再报名10号的考试再去考一次英文。那如果还是没有通过的话，那就放弃吧。喂，不是啊，要再接再厉，但就是不能报名15号的那场了。在这之后呢，要每隔60天才可以再报名下一次的重考。我是说重考哦，这不影响其他科目的第一次考试。也就是说15号那天呢，我还是可以报名其他科目的考试。如果你觉得你有能力自学的话呢，那就去买一本 GED 的书。如果不想花钱的话呢，可以去图书馆看看有没有，或者是上网 Google 一些模拟题来做。有一些是免费的，有一些则是需要付费的。像 GED 的网站就有一些模拟题可以做，一科呢是6块美金，其实也没有很贵啦。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自学的话呢，那可以去找补习班，像台湾就很多啊。那如果你是在美国的话呢，很多社区大学啊、Adult School 啊都有提供 GED 的课程，有些是免费的，有一些也是需要付费的。那如果你不方便去现场上课的话呢，那 GED 的网站也有提供线上教学的课程可以购买。反正不管用什么方式啊，学完之后呢，就找一个离你最近的考场去报名考试就可以了。全部通过之后呢，他们就会发给你一张高中同等学历证书了。在美国啊，如果你没有高中毕业的话呢，找工作薪水就会相对较低。但如果有高中毕业或者是高中同等学历的话呢，薪水呢就会高一点，能做的工作呢也会比较多一点。我之前的影片也有说过，美国有 89% 的公司呢都要求员工最少要有高中学历。所以如果没有高中毕业的话呢，考个 GED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还比较省时间。毕竟美国的高中要读4年。而 GED 的话呢，有能力的人呢，可以在几个月甚至几个礼拜内就搞定了。慢一点的话，应该1-2年内也可以搞定吧。那另外还有啊，如果你要继续升学的话呢，有很多4年制大学在你申请的时候呢，都会要求你要提供高中成绩或者是 GED。不过也不是说你有 GED 就一定可以申请大学啦。因为如果你要申请4年制大学的话呢，还是需要 SAT 或者是 ATC 的成绩，除非你走的是社区大学这条路。不过有些社区大学还是需要你最少要有 GED 才可以毕业或转学。你要转学的学校呢，也很可能要求你要提供高中成绩或者是 GED。每间学校的规定可能都不太一样。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去问学校的 counselor， 他们会告诉你你到底需不需要。如果他们一定要你有高中毕业证书或者是 GED 的话呢，那就考一个吧。GED 是可以一边读社区大学一边考的。建议没有高中毕业或者是有疑虑的同学呢，可以一入学就去找 counselor 问个清楚，免得到时候社区大学读完了，却发现没有高中毕业或者是 GED 就没有办法从社区大学毕业或转学，那就惨了。好啦，那大概就是这样啦。我是 Lisa，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或者觉得有帮助的话呢，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加分享。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下订阅，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一下赞。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